你放心啦，阿嬷即摆因为土地代志，要搁出外国以外，已经真无了解伊啊。我一定好好放一摆机会，互因两人真正贴我。我是讲吼，除了这点，你这妈妈爱加关心恁阿嬷，啊，互伊的目睭来，敢若看到你这个大叔。我已经有要做啊。俊杰啦，即摆为伫咧会庭，伫咧厝内根本就不咧甲阿嬷讲话啊。只要俊杰不会放弃会庭的一天，我就是一拼为伊的接班人。这出生证明顶面有写我是伫倒一间病院出生的，我得先去遐问看卖，看是不是会当找到甲我身世有关的线索。我查到啊，替你接生的是一位护医师。那伊即马到底，我想要甲伊去食面的。伊5年前已经退休啊。那你到伊的手机号码啊？伊全家敢若是移民去美国，我遮嘛无伊伫美国的联络方式啦。对啦，歹势啊！你家当替我调查一下，迄天接生的护理师是啥？还是讲你会当替我查一下，迄天生的囡仔有啥吗？你稍等者。啊，等下。迄天有上班的护理师嘛已经退休啊。伫迄天出生的囡仔，真失礼啦，这可能无啥方便甲你讲。等下，等下。来。迄天我应该就是伫一间病院，甲我亲亲妈妈分开的，然后就变成我妈的囡仔。创意食品大奖，去年所有奖拢是一品摕的。啊，不过今年我有把握，我绝对袂互因任何机会，我一定会甲伊压落底。俊杰，你来啊！我想我差不多啊。妈。安娜。安娜，有话想要甲我讲，啊，不过煞讲袂出嘴些。好，阿无妈妈先讲，是嘞，俊杰。但迄天妈妈情绪无啥好，讲话有较重，较超过，是嘞。妈，你莫安尼啊！是我无徛伫你的立场替你设想，是我想过自私。无代志，你已经尽力啦，你尽力啦。但你自细汉，从你捌代志开始，你就是一个真乖、真大心的囡仔。当然，我嘛知影，迄是因为你一直拢将你的情绪藏啊真好，因为你无希望妈妈为你烦恼啊。他这边，阿嬷派你去美国，叫你去面对一个根本就讲袂成的合约。啊，你都较想办法去说服迄厂商。啊，另外一方面，你还要烦恼惠婷在台湾去互欺负，所以你心肝内一定就无好过，对无？
要我无处理好我家己的情绪，我不应该对你发生的。那哪有啥物要紧啊？咱叫咱是母仔囝，我也无可能因为安尼，就甲你解除母仔囝关系啊，对不？无论这个世间安怎变化，你永远都是我的后生，知影无？啊？爸，我做你的后生，你有快乐吗？啊，你哪会用安尼问？我知影，我知影，迄天我讲的气话，啊，不过迄是因为我对你的期待，真是就深的出去，所以我讲话有较重，你莫放在心肝内，好不好？啊？那你我做你后生，你敢有失望过？无后悔过？你讲囡仔，你敢知影？天公伯啊，互你来做我的后生，我有我欢喜，因为是你互我希望，你互我勇气，你互我知影天公伯啊，还是同款有咧看顾我。但有一句话，可能之前我毋捌甲你讲过，不过即摆我要甲你讲。真嘅，多谢你来做我妈的后生，多谢你伫陪伴在我的身躯边，多谢你好妈妈，你爸爸走了后，佮我有勇气坚决活落去。我真正唔知啊！我是不是有法度一直陪在你的身躯边？我真正足惊有一天，我连我家己是啥，我拢已经唔知影。我的人生已经失去方向。免惊，妈妈伫的，有妈妈伫的，你就会知影，这个世界永远有一个所在是属于你的所在，永远有一个人是真心的爱你的，迄个人就是我。白妈，你予我这所有一切。真正永远拢袂变，当然改变啊！我本来打算讲，我甲恁爸爸会别跳街路。我本来打算讲，要甲恁阿公，还有春梅阿姨三人感情永远拢袂改变。啊，不过结果咧。所有一切都改变了。你爸爸无去啊，你阿公死啊，你即摆出门阿姨嘛去互关起来。我即摆身躯边的人是愈来愈少。不过，算计我爱你知影，无论这个世界安怎改变，只有我对你，妈妈对你的爱是永远袂改变的。你了解无？啊？都是你。讲囡
囡仔，哪会安尼咧哭咧？你最近压力伤过大对无？因为我一直找不答案，当时我拢会感觉，我活的意义到底是啥？那有需要找？因为你就是答案啊！你就是妈妈，你就是我活在这个世界的意义。假使若无你，无你在这个家，我啥物拢毋是啊！小俊杰，咱母仔一定要坚强起来，咱一定要做对方上坚强的这个外壳，有听无？快！妈，就亲像你讲的，就算这个世界所有一切拢会变，你对我的爱永远拢袂来改变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伫你的身躯边保护你，因为伫我心目中，你永远拢是我的妈妈。世事自己